看到咱長林的這個綠美化，還這個建築物，我相信講透過說明會，大民眾講，大合民眾看到這個景色，還會當舒緩內心的一種恐慌，交迄個壓力安尼啦。我希望講這個館可以稍微解決學甲流浪狗的問題，因為狗仔嘛真正帶來咱真濟困擾啊，所以講這點漸漸下民眾來看，透過影片會當下民眾安心。我們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教育館，未來可以進行動保教育的相關的場域，可以提供給國小、國中跟各級學校，或是一般的民眾來這邊參訪，有一個專屬的動保教育的一個場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樣的面向，讓這個動保教育的一個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這個園區的一個規劃，除了說傳統的收容館之外，我們還有規劃很大的一個寵物公園，可以讓民眾帶犬貓來這一邊，可以做一個踏青跟休閒的一個場域。另外還有規劃相當的一個廊道，還有自容池，整體是採公園化的一個設計。那希望可以美化這個地方，犬舍設計當然就是盡量就是用挑高，然後空曠舒適。那每一棟犬舍它都有一個室內區跟戶外的活動區，所以來這邊是說像讓一個擺脫傳統收容所的一個設計，是像讓犬貓來到這一個地方，就像來旅館一樣。它一個很舒服、舒適的一個活動空間，那也歡迎民眾帶犬貓來這邊參訪。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基本上學甲動保園區，可以收容400隻犬隻、40隻貓，那基本上都是以學甲為第一優先，能夠相當程度的緩解解決學甲這個流浪動物的問題。接下來學甲的動物流浪動物進來以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學甲周邊，包括將軍、北門、佳里周邊的流浪動物可以進來。那進來不是讓它終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經過結紮之後推動一些認養。另外一個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們這個地方完工之後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動物收容又很人性環保。然後也可以作為全國最大的這個動保園區之一。同時，這個地方我們還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時候可以舉辦一些動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歡迎愛狗愛貓的人士，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戶外的寵物公園都可以。所以這個地方不僅是集保育教育而於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為一個地方休閒的一個好的地方。各位观众，歡迎收看7月3日中嘉台南電新聞。但是火車站前公眾的改造，包括轉型人行環境加公共運輸的改善工程，總經費要開3億4500多萬。上午由內政部長劉世豐、台南市長吳偉條等貴賓共同進行開工動土典禮，預計2027年底完工，期待當為市民加旅客創造一個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環境。台南火車站的遺權是台南人幾啊世紀的生活記憶，不過因為道路環境相當複雜，加上面對台南鐵路地化2026年底通車以後的需求改變，所以全新的台南火車站前廣場改造，在經過多處公民參與討論加整地工程的啟動，將迎接後一輪的台南新地標。3號的內政部長劉世豐、台南市長吳偉條等民代貴賓的見證正式動工，預計2027年底完工。乾杯！開工順利，祝賀開地平安，金錢第個。在動土之後，要在1年半以後才能夠完工，也希望將來帶給我們更多好的這個生活品質。非常感謝內政部國土署的經費支援跟補助，也感謝立法院，還有感謝我們議會
能夠把這個墊付款能夠通過，讓我們早早啟動，讓台南市民這個文化古都迎接來新的這個戰前生活環境的蛻變。做一個台南市的門面，尤其是台南火車頭頭前遮，如果會當對時代行吼。除了鐵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車頭頭前會當改善更加好。因為工程龐大，一定會影響民眾的交通，所以公局將分階段陸續發布交通維持計劃，請所有市民支持體諒。這是交通的要道跟這個所有人流車流匯集的重點，我們會來做分階段的這個交維施工，就是說這個要維持站前的這個人跟車的這個功能不能中斷的情況之下，還一邊施工。所以我想後續不管是交維的調整或者是動線的調整，我都會再發布訊息，讓那個市民朋友來做相關的這個配合。開工動土典禮向前台南火車站前空間正式邁入全新轉型的新階段，更是一項結合公共運輸、人行空間、城市景觀甲歷史文理的城市改造計劃，相當使人期待。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林委團體會將對6月2日好大雨造成台南東區真濟所在積水淹水，所以特別召開東區排水系統檢討會議，邀集市府相關單位甲地方民代共同來找原因，並提出改善對策。會中並宣布7月6號將邀集中央主理單位前往三亞溪會勘，爭取治水的經費，加速改善工程。團體會表示，這次東區淹水主要原因是三亞溪水位不重，加上短時間的強降雨，造成裕一路、裕德二街等地積淹水。希望透過中央地方合作，全面改善東區排水問題。要增設移動式的抽水機，好，這個部分，那我們也要求未來，其實我們水利局在這個規劃我們的抽水平台或是抽水口，我們一定要是足夠有未來性的，就是講伊愛下當個增加抽水機，好，袂使我即馬這個平台單一台，就一台無。我們以後的抽水平台或是抽水口一定要是未來性的，尤其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雨量會怎麼下，好，瞬間的雨量，現在在恐怖的是瞬間雨量，你看我們現在的瞬間雨量。都下到讓我們都沒有辦法，都把一整年的雨量都下來，好，所以這才是現在的問題。會中包含水利局長邱中川、社會局長郭乃文、東區區長黃炳源以及多位市員服務團隊代表出席。多位地方里長也攏歡迎各地的災情，望市府會當盡速提出改善的方案。你可不可以再做一個涵洞？因為是在那個健康路跟那個大同路那邊有一棟建築物，出來的時候那個涵洞已經縮小了，所以到竹溪那邊的那個涵洞是小的，你們可以去查一下以前。所以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個往2型那邊去？我今天在這裡幫他們爭取這一個補助車庫的，因為他們講那句。我爸爸風在那裡，我去親親今晚沒給我補助，可是他們這一次這比爸爸風災還高。我們都到腰部，到8、9點，我到玉溪6間，水都還在我的小腿。看能不能從寬來補助啦，因為虎尾寮很多全部都是車庫進去，然後1樓是孝心房，後面就是有些是客廳，可是因為它是連，就是幾乎就是一個共同的生活圈。然後就是車庫很多都超過30公分。裕德2街的旁邊有在蓋房子，那邊的水位當時是退的，三爺溪對面那邊的水位也是全部都是退的，就只有我們裕德2街這一戶這一個小小的距離是整個淹水。那他們那時候最高水位是淹到160公分。我們的住戶也是希望說可以增加車庫放寬這件事情。水利局也提出後續排水改善規劃。第一條步數就都委員就考慮講加固。但是加固是一個步啦，有另外一招啦，比如講咱來個分紅啦，分紅，這嘛是一招啦。當然這攏愛錢啦，這一攏愛錢。陳廷輝表示，7月6號將會邀請經濟部、水利署以及相關單位前往三亞溪現勘，爭取中央支持，
伊指出，三亞溪治理規劃至今已經有25棟，面對極端氣候，現有防洪標準已經不足，未來將會推動提升堤防、增加地方空間，以及評估建設抽水設備等措施，全面提升防洪韌性，降低地方淹水風險。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韓國戲劇提前教育引起國內老師關家群的議題討論，所以擔市率先全國將編定擔市各中小教師合理管教手冊，對定情事件處理到合理管教技巧等攏有完整的引導，協助老師會當安心教學，並且甲家長之間攏有良性的溝通，打造友善校園。近年教師面臨管教爭議以及家長定情案件增加，台南市教育局規劃手冊分為定情事件處理、甲教師支持以及教師合理管教技巧兩大篇章，預計在咧新學年度配合進程完成，並依照教育現場需求，持續滾動的修正。依法行使他的專業管教的權威，這個非常重要。那專業管教權威，事實上呢，也能夠同時兼顧學生的受教的權利，還有呢程序的正義。另外，我們的手冊的定位呢，當然就是兩個面向，一個就是澄清事件的整個處理還有老師的支持；另外一個就是老師合理管教的一些技巧。那共同的目標就是建立安全、友善、有秩序的校園情境。市長王偉特表示，市府推動的並不是體群教育，而是建立在咧兼顧學生權益甲教師專業支持制度，讓教師在咧合理管教下，嘛會當安心教學。市府也將成為第一線教師上堅強的後盾。台南市政府應該是在所有全國的縣市中間第一個反應，馬上由教育局跟教師團體、跟校長團體、跟家長團體共同努力來研商一個教學現場老師權益的全攻略。這個作業手冊也好，參考手冊也好，可以提供老師第一個什麼樣的這個管教是合理的。第二個，碰到一些家長或學生的投訴的時候，你第一個反應不是覺得無助，而是覺得說有哪些資源是可以尋求協助的，包括老師之間，包括校長之間，還有校長團體之間，以及教育局都可以提供協助。那萬一最後還是這個雖然這個所謂的霸凌或是這個不當管教不成立，但如果家長還不放手，還是繼續提出法律訴訟的話，那相關的司法的諮詢協助這個參考手冊裡面也會有，讓老師覺得不會自己單獨的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家長，或是說有一些人社會團體、公民團體無窮無盡的指責。那當然這個本身有一些例外，牽涉到性平，牽涉到嚴重的霸凌，這些甚至有一些刑事案件的這個部分那當然是要這個會走司法途徑，但是除此之外，我們還是希望提供老師一個最大的支持，不管在精神上、在實質上，以及在心理上都會協助我們的老師。教育局統計，早至115年5月底，台南市疑似管教衝突案件總共85件。經過認定分流後，政治校事會調查只有7件，佔比已經由過去4成降到即馬無夠1成。市府教育局表示，未來將會透過手冊建立教師支持系統，強化親師溝通甲合理管教指引，協助教師發揮教育專業以及學生的受教權，共同營造友善有秩序的校園環境。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對台安平到澎湖北京的觀光交通船定期航班日前正式啟動，今日航線特別針對澎湖國際煙火節加台南將軍澳音樂節的兩大盛事期間，規劃暑假檔期，每禮拜2、拜5攏有船班。另外，也有台南澎湖跳島行程，希望吸引海內觀光熱潮。為串聯台南安平甲澎湖馬經兩座具有國際觀光潛力的旅遊熱門城市，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在暑假期間推出台南安平到澎湖馬經的觀光船定期航班，在日前正式來啟航。未來每禮拜2、拜5將往返兩地，
另外，還有台南將軍到澎湖的南方四島的跳島行程。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那今天開航的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兩個城市之間，這個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除了在安平馬公航線之外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四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不是只有交通的意義，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東港的開航儀式包括市府副秘書長徐建林、澎湖縣府的參議王國儒，以及交通部航港局、甲啲海委會、海巡署等官員，以及這位的議員、民意代表攏到場出席。希望安平到馬公的航線，唔僅提供旅客多元的選擇，嘛用來創造熱天新形態的旅遊模式。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長期在教育界服務的沈千輝老師，本身是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出身，在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擔任師資培育的講師，平時就真愛畫圖。這擺受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的邀請，目前正舉辦於個人的書畫展，歡迎對藝術作品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前往參觀。位於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高樓的藝文中心。目前正展出今年第3季的藝文展，邀請到教育界出身的沈千輝老師舉辦個人的書畫展。在開幕當天，貴賓雲集，顯示沈老師的個人氣。沒有練習，哦，你可厲害哦！好，謝謝大家。好，等一下，這個要簽名。沈老師的人緣，真的超好，因為我剛剛要跟我博士要了一項名單，真的都是一些重量級的嘉賓。那因為剛剛這邊我們剛剛已經也有介紹，所以我在這邊也不再贅述了。那真的也很歡迎各位大家來蒞臨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一個開幕典禮。這屆展覽作品總共44筆，因為沈老師長期在教育界來服務。在伊的書的創作當中，除了表現出筆墨藝術的水，更加具有教育工作者對着人文的關懷，甲着生命的體會。我今仔日呢要介紹我的作品吼，有4個系列，一個就是教育與人文，吼一個教育人文，一個就是叫做這個這個講品格涵養，還有一個社會的關懷，還有一個文學經典，這4個系列。那我首先要介紹的是我背後這個作品，叫做藝術人權，這是屬於這個社會關懷的系列啦。然後這個作品是在這44件作品當中最特別的一件，因為這個中西合併。一般來講，我們的書法作品以直式的為主，然後我這個是寫橫式的。第二個特色呢是，我們中文的書寫都是寫方塊字嘛，但是我把它把英文也列出來，讓它有一個中英對照。這個是要表達一個意念，就是說，藝術也是享有藝術，也是人權的一個部分。因為呢，藝術呢，讓我們重新呢認識自己，審視自己。沈老師除了對藝文創作以外，另外嘛積極參與國內外書畫交流的展覽，曾經得到2025 NPO 法國國際書畫交流展第26屆的金賞獎，甲到2026全球精英甲到學術創作交流展的創意獎等。目前這項的展覽對今日起到9月24，歡迎對藝術有興趣的民眾會用來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
你敢有發現台南市政府換 logo啊？最近有網友就發現，市府在部分活動文宣當中換上以台南的N作為設計概念的標誌，引發熱烈的討論。不過到目前為止，市府並無發布更換標誌的公告。文化局就表示，這套新的設計是屬於城市品牌分別系統推動計劃一部分。其中有一天嘛回應，目前也在試驗的階段。以流動曲線構成的英文字母 N 底下寫着台南市政府，怎麼跟現在看到的市徽有所不同？社群上有網友貼出2款新的 logo 設計，引發熱烈討論。許多人認為都非常好看，很有古蹟的色彩意象，跟舊的相比更有現代感。我不知道有換了，感覺變得蠻有設計感的，就是沒有那麼古板。原本的市徽就是其實已經看了蠻久，就蠻習慣突然改成比較簡約的剛開始看也看不太習慣。民眾看法都不同，甚至還有人不知道。沒關係，這個 logo 還有動態概念影片 ，N 就是台南的南字字首拼音，整體配色取自台南的自然、人文與產業特色，還能延伸應用在城市行銷與公共事務的完整視覺系統。市政府有更多的說明，可以讓我們市民可以更加了解，用這樣的一個logo 跟符號形象，它應該要代表着台南什麼樣的元素？簡約跟簡潔的設計其實是通常適用在各式各樣的地方，所以當很多的這個地方都放上這個市徽跟識別設計的時候，其實就形成了台南的印象。品牌視覺呢，它所要推動的一個部分，事實上是從指標的一個部分來進行主要推動的一個方向。那將所有的跟觀光旅遊或者是文化景點來做一個更一次性的一個整理，這個都還在處於試驗階段。這套設計目前應用在城市指標系統當中，在西市場能看到相關的視覺呈現。不過，城市視覺系統本就具有階段性，會隨着時代調整更新，不會長期固定不變。後續是否全面導入，也將持續受到關注。記者周懷騰的報道。ANISP 來台灣25週年，首次將當年收藏的街頭藝術再來咱家，並且在台南美術館推出"我們愛塗鴉"的藝術展覽，展出33件國際塗鴉藝術家的珍藏作品，同時透過合作攝影家台灣藝術家現地創作，帶來民眾加入街頭文化世界，並感受藝術自由創作的生命力。藝術家進行現地創作，讓牆面成為即興畫布。法國時尚品牌 ANISP 來台25週年，與台南市美術館合作推出"我們愛塗鴉"藝術特展，現場重現1980年代巴黎塗鴉文化脈絡，串聯巴黎街頭與台灣在地視角，展開跨時空的藝術對話。這部作品主要就是在畫我自己在台南創作的這些生活經驗所以然後這次也因應這次ANISP的這個展覽，所以我特別就畫了一個ANISP本人，然後讓他可以在我的作品裡面出現。因為我作品都是比較走幽默詼諧的風格，所以我就希望說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會心一笑的感覺。展覽首度將多年收藏的街頭藝術帶進台灣，精選33件珍貴真跡，件件都是非賣品，總共集結23組重量級國際藝術家，其中一幅作品更展現精準的塗鴉噴漆技巧與流動抽象風格，呈現街頭藝術的獨特張力。1984年由這個福出來了2000這個他對於針對自己做的一個自畫像，那這幅作品在塗鴉藝術界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作品，也是非常非常值得這個塗鴉藝術收藏愛好家的一個作品之一。現在這個的就是有關於他自畫像的這個數量在世界上的真跡已經不多了。另外還帶來37件用塗鴉與影像所創作的時裝作品，展現作品與服裝之間的對話。來自巴黎游泳池的3扇舊門歷史物件也首度在台展出，讓街頭塗鴉從城市角落走進美術館空間。記者宋懷談的報道。
高雄車站櫃台最近加了幾排白色條畫，引發不少旅客好奇。原來這是代替首次試辦的纜繩升降式櫃台門，未來透過升降的鎖仔，降低旅客無小心墮落軌道的風險。只不過這項安全設施，敢若一邊櫃台就要開1億5000萬，嘛互外界質疑實際效益。來到高雄車站月台，可以看到一整排白色立柱已經安裝完成。這是台鐵首度試辦的纜繩升降式月台門，未來將設置在第2月台 B 側，總長約300公尺，希望可以降低旅客誤闖或是跌落軌道的風險。不少民眾認為，高雄車站人流不少，月台安全設施確實有其必要性。應該要裝啊，為什麼？以免旅客掉下去啊，造成事故啊。是因為如果說有家長帶孩子的話，其實如果說聲響或者是嗶嗶聲一緊張的話，有可能就是小朋友會衝出去。不過單側月台就要加1.5億元，還是讓民眾的看法分成2派。事實上，實際走訪日本成田機場發現，當地也同樣採用纜繩式月台門，但多半以半身高度設計為主，主要作為乘客與軌道之間的安全阻隔。相較之下，高雄車站採用的是全罩式規劃，高度與防護範圍都更大，兩者設計理念與施工規模有所不同。地方認為，月台門確實有其設置的必要，但未來如果要擴大推動，包括設備類型、施工成本以及維護效益，都值得進一步的檢視和討論。太貴了吧？那個人行為啊，那個沒有差，自己注意比較重要吧？你這弄那麼高，沒有意義啊。OK 啊，為着遊客的安全性，我感覺是 OK。如果說這個效益有達成的話，我是可以接受。確實啦，就是說日本的整個鐵道技術比我們成熟非常多嘛。那人家的那個月台門其實也沒有像做到這樣完全封閉式的月台門哈，人家的繩子也只有弄到大概跟人的頭部一樣高而已。那台灣是做到天花板去，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其實我覺得不管做還是不做，當然我們都尊重台鐵的一個決定哈。不過當然短這樣幾百公尺的一個月台門哈，就需要1.5億，我覺得這個價格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哦。那當然我們要的其實就是民眾在使用我們的鐵道系統的時候，當然都能夠更安全的来使用這樣服務。所以我想這個可能讓台鐵哈，看像包含說交通部，那在新的這個月台門設計完之後，那可能來去收集一些民調數字哦，然後來收集一些滿意度的調查，以及在這個價格上有一些這個權衡之後呢，再去做後續設置的一個考量。原本預計6月啟用的月台門，目前已經調整到7月辦理試運轉。台鐵表示，到時候會安排列車停靠地勢古道，配合月台門進行測試，確認設備與列車的運作狀況。未來如果試辦成效良好，也可以作為後續推動月台安全設施的重要參考。記者孫軍高雄報道。感謝收看7月3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在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
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